你好，順達物流，我係你嘅客服專員，我姓陳。請問有咩可以幫到你呢？好嘅，我幫你查詢下訂單嘅情況。麻煩你提供下運單嘅 number 好嗎？多謝你。請稍等陣，我幫你查一查系統。好，我已經查到啦。根據系統記錄，你嘅包裹已經喺琴晚從深圳倉發出，目前正在運輸途中，預計聽日下午送達廣州嘅派送中心。如果地址冇問題嘅話，我哋嘅快遞員一般會喺派送當日提前打電話俾你。如果你需要更改收貨時間，或者要查詢實時嘅物流狀態，可以隨時通過我哋嘅網站或者手機 APP 查。另外，如果包裹比較急，我哋都可以幫你提交優先派送申請，我可以而家幫你登記。請問仲有咩其他需要我幫忙啊？多謝你致電順達物流，祝你有愉快嘅一天。